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地动了后，花莲万里溪的水头，即马因为土石放落来了后，甲溪流塌掉咧，有出现一个长度670公尺，而且3.7公顷的积水湖，目前水已经要停啊，所以呼吁民众唔通去溪边。另外，农业部即马有调降花莲甲宜兰5个所在水防线的警告单，若有必要就要随撤离。规模7.2的强烈地震，互真侪山坪的石头一直放落来，烦恼山区的土石松软，也是搁拄到大水库风险的提高。农业部初三针对宜兰甲花莲2县5乡镇调降土石流警戒基准100毫米至150毫米，以花莲吉安做例，为550降到400毫米，累积雨量若是400还是超过，就会发布红色警戒，强制撤离民众。地震之后呢，山区的土质会松动，那大量的土石崩塌造成的这些堆积，未来可能都会变成土石流的一个发生的材料。所以在未来可能稍微有一点雨，它就比较容易发生土石流。强烈地震了后，林业保育署嘛监测到花莲县万里溪的水源头所塌出一个湖，水积670公尺长，欠水量55万立方公尺，目前稳定溢流。林业署评估，万一若放弃，流到水尾20公里外的万英部落，河水应该是会加60公分悬，离部落差不多10公尺悬，应该袂造成危险。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。我们也透过这个持续的宣导，希望民众不要进入溪床来活动。农业部表示，早起7点半已经发布紧急通报，请相关单位管制弧度。另外，水保署嘛启动卫星影像的收集，针对全台湾65位大规模崩塌的潜在地区，包括花莲7个所在在内，目前拢无明显损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